把这些房间都打扫干净了，好好检查一遍，不要给客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哎，你好。那你先过去吧。行。你好，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？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幅画是从哪里来的？哦，我们老板是个画迷，这画从哪儿来的我倒是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我们店里所有的画都是私人收藏品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老板现在在不在店里啊？这幅画可不可以卖给我？这估计不太可能。我们老板对这些画都很在意的，并且请专人对这些画进行保养。关键是他本人也不经常在国内啊，我们都很难碰到他的。那你可不可以给老板打个电话商量一下？我真的很喜欢这幅画。这个不好意思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回去吃饭吧。哎，锦溪，公司的事需要我亲自回去处理一下，要不你先在这吃，我处理完了回来接你。不用了，你好好工作，一会儿吃完饭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了，不用管我。那也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妈妈，我看见你的画了。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当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，但你依然是我最坚守的好，也是我治愈的药。喜欢吗？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我妈妈以前是个才女，她10几岁的时候画的画，画工就已经相当了得了。曾经有大书画家说过，不出10年，妈妈必定成为书画大师，甚至创作出自己的流派也不可知。可是没想到，在她20岁的时候遇见了我爸。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爸爸是什么样子的。总之，我妈妈爱上了他。为了他，她放下了现在的画笔，